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抽了的是我们客家的创作歌手王巧云。Hello， 台气家 ，Hello， 易容姐好，我是王巧云。我们偷偷有讨论一下，如果可能给耳朵比较利的乡亲有谈到爱吞小云讲的音也就是发音无共用，因为你茶词典我是写韵呐吼，不过你的讲法是音。音，其实我阿婆是很爱口音哦，她是用一个比较二声的，错，但是后来到台北，然后懂多跟欣赏讨论以后，大部分的人是跟我说口音，开始加煮汤的色。哦，对，有的名的可是变到有的是变到名的地步，我有冇用嘅讲法。错，哈，还有人如从善如流，如讲口音，安尼。对我就是大家怎么讲，我就会怎么听这样子。哦，我自己脑波比较弱，可是我改成阿婆的讲法。但是阿婆好像，她好像有一个方言音口音，但是。比较可爱的讲法，阿爸妹都很爱巧音啊，对，就王巧音，王巧音。如果讲华语安尼，对他们大部分都还是跟我讲华语，对。啊，呀个王巧音呢，头头俺哋路讨论，迄本名哦，吼，错，迄不妙，会不妙，是算命算出来的。迄嗰啲拍更加咩？迄合乎韩风的嗰種名嘅感覺啦，啊，今日呢也咁樣吼，有唱到口音來，俺哋如果用嘅小物。音色，好，加俺们先唱俺们的处理，不俺们提好，今日口音帶來嘅我片，伊感覺，6-1，哦，這東西，一個係卡住啲，卡住啲，錯。咁我會對應係個重要，唔會變成提項。卡祖笛就係因為也係創作歌手嘛，然後有時候我在電工廠航路嘅世界啊，就會開始有靈感啊，然後就會就會開始有一些靈感，想要有顯力另外嘅就是想要開始記錄一些東西，但是有時候我會覺得在路上唱歌很尷尬。然後在路上吹這個不尷尬嗎？其實它也是一種尷尬，但是就是因為它會有一個濾鏡，他聽不太出來是我的聲音。然後我就會自己到那個公園旁邊，然後拿手機，然後就開始吹。嘟嘟嘟嘟嘟，你會溜起來呢？對，你都已經到了公園，還可以唔用衝還可以用盆。台北嘅公園凍到你嘅。希望電都會想講用一個可以減。冇用嘅上，假使如果鄉親冇彈過，盆睇下彈。好啊，而且這個卡祖笛，我發現就是他在處理高音跟低音的時候，只要不要是過高跟過低的聲音，都會處理得很好，所以他就會聽起來很像那種人家 demo 不是會放一個笛子嘛？比如說像我的歌，比如說然後在 demo 裡面聽起來就會是嘟。它就會聽起來是一個很平均的聲音，這樣子。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聲音彈起來濃厚，因為它有一種很中庸的感覺。然後它比較不會影響到我寫，比如說，因為我亞哈下客家歌誒，都係顯力老歌詞打起來就是腔哈出來，所以我就會有時候還不知道寫什麼時候，我就會亂念一些語韻，比如說噠噠噠噠起坡，噠噠噠高坡，就會自己有一個語韻，比如說 O 韻這樣子，我就會先把它寫下來。但是因為我還沒有確定愛編乜嘅文字進去，然後我就會先用這個把它記起來，然後再把文字另外在那個備忘錄再先寫起來，這樣子，我就覺得它因為很小隻，然後很好用，對，又很可愛，這樣。嗰種隨時就會帶燈，隨時就會帶。上到的都可以按嚟配一下作曲。嗰種作曲的方式會特別好，係用一個樂器。我會用這個，或者是用吉他。但是因為我彈吉他的 pattern。就是都蠻像的，我喜歡的節奏蠻像的。有時候，共用嘅節奏就會寫出
共用嘅，还差不多，对，差不多的狗哎，所以我现在就会尽量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写，然后这样子的话比较可以写出不同的东西。那像卡祖笛，因为它的声音很轻快，有一点像小喇叭的声音，所以它蛮适合用来写一些舞曲啊，或者是比较振奋人心的歌。对我来说啦。你迄吃西就好唱歌的哈。吃西就好唱歌。因为个家婆，个家婆迄客家人，然后咩迄有一啲咧原住民的血统塞夏族，对，所以就有点受他影响。阿婆好唱歌诶。我给青好唱歌哦，给青好唱歌哦，嘿哦，对，就迄平常时体路卡就会唱诶。他就是会去比赛，一直去比赛。对，嘿哦，我会去比赛是因为跟他一起去，然后他会找我，就是他说找我一起去比较容易得奖，他有一得奖哦，你也幸运物啊，对，我是他的幸运小物哦。迄因听落伊，没听用过好唱安尼。唱。假如后来又想，敢第摆上到一下客家的歌诶，迄嘛个时间？迄嘛个时间，迄差不多2019。差不多要时间。那我想讲我来写客家歌。刚刚私下也有跟玉蓉姐聊到，就是那个沃卡尼啊，阿妹啊，麦爸爸啊，他们以前其实是没有这么希望来讲哈，他们都想要我去学英文啊等等的，因为在以前他们生长的年代，其实讲客家话或是讲自己的母语，还蛮容易受到一些就是外在的伤害或者是排挤。故说我这个时间阿爸阿妹就希望我去偷英文，讲英文，然后还特别找那种国外的家教啊等等的。然后，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听英文歌，然后从英文给狗哎。但是后来我就其实我写歌的年纪很晚，我在25岁之后才开始写歌。然后开始写歌之后，就发现自己心里面很矛盾，因为来懂好唱英文歌哎，不过我写不出英文歌哎。我写的，就算我写得出来，其实也有一点声音，因为那个不是我的母语。我就突然发现说，要唔係我嘅文化，那总嘛该下出一条好的英文歌哎。那我就想说，那我的文化是什么？结果我发现我的文化是客家话哎。虽然我小时候听得懂，不太会讲，不过我写嘅东西，我看到嘅光景等等，全部都是跟客语有关的，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去写客家歌哎？可是一开始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着手，所以我是先把我的歌用翻译的。法尼给狗 Q 用翻译，然后写成客家话，然后找很多的朋友帮忙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有时间我嘅家婆，佢都讲唔充乜解唔嚟唐唔識，因为用翻译的太生硬了，他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写歌给他们猜，用多带黑下嘛改，我觉得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然后我开始会逼我家里面的人跟我讲客家话，他们一开始都会说来讲给挺慢，他们不想跟我讲，他们觉得我讲话很奇怪，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就是。虽然表面上他们是说不想跟我讲，但是其实他们心里他们很开心，对，然后他们会想要教我，然后还会像我爸他就很可爱，他还会帮我想说要改编什么歌啊，法苏哈啊，然后对，会不会伊就建议啊？对，我觉得回事归后呢，哈，就係唔天天嚟吞，唔天天嚟吞嘅母語全都轉來。錯啊！今日嚟就看天嘅行，看口音帶來嘅，對於有創有意義嘅物品係乜嘅？療醫。
写东西。哦，够张开。两个毛腔用嘅海咧，伊个个高诶，吼，伊个个矮诶，拢会高张海去匹配你。因为那个较细只，看我的身形比较小只，然后以前就会先较掉诶够张海，所以个高诶，表演给死结，就希望自己是用一个最好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不过后来我的膝盖就是因为穿太高，就长期都穿10几公分，穿太高就有一点出问题。然后就发现其实吃盐还有素食真的很懂撑腰，才可以走得长久啦。就是如果总是很卖力，或者是太过于吃力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得自在，也没有办法做得久，这样子。对于海有也安尼的体会，我一开始就没有想这么多，一直到我换成了低跟高跟鞋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鞋子也有这么多哲学。因为安尼，假是像安尼爱主持啊，假是做安尼，因为通常咩迄会主持会表演，安尼如果做个个诶，假是安尼起对1点钟，俺都冇办法行路诶。对呀，唔会行啲工作结束诶，会一摆的呢。对呀，会一摆一摆，很可怕。会按摩。对啊，就像我常常。也是以前，比如说开始唱尾牙、唱春酒，常常会是2、3个小时，如果再加上彩排的时间，可能是4、5个小时。然后我就发现说，这样真的是对身体不好一些。叫嚟你感觉，我可能有对用嚟去讲，我有冇咁样嘅看法，也不一定要走个按过。以前就会很想要，就是很希望第一课可以吸引到大家。不过亚哈就冇可能，就会希望大家是可以慢慢的发现我，然后可以知道说，我其实可能一开始看是这样子，然后再看越来越多次，会有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东西可以给大家按用。好，个起码安尼还有其他的小物冇想到更加还冇时间拿出来，先试一下家己，安尼等下个继续来打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超级 I 人，就是非常内向，然后轻容易进总给你，然后很多时候我会很想要把自己隐形。然后我就会开始拿起我的天字书，然后就自己这样在角落，然后开始看书，然后觉得没有人看到我这样子。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材料的是俺哋客家的创作歌手王巧音，好多巧音分享的应用要开始写客家歌的。前几张嘢要出的听一种，唔看实体冇用的也咩 CD CD 冇安排中唔过如果係唔嘅 CD 封面，好多巧音要讲，一擺。是迄七家独立，七家独立在行，因为人家嗰度歌手係咪係安尼？係也聽我安尼做。可是見來見到嘅歌手，可是自己寫，然後自己發，自己去做所有的宣傳等等嘅。咁一擺做啊，係。聽一種都有黑王口音，因為聽一種係超黑王口音，聽一種係超黑王口音，聽一種係有黑王口音。其實隔嘅係咪有4年啊？差唔多4年嘅時間。咁唔嘅創作嘅頻率係用嚟，係唔同都講嘛，較擺上多嘅，例如可能有幾個旋律，寫歌嘅係夾行係順慢啊，感覺。我七家吃到酸慢呢，因为我有懂到嘅朋友，佢哋懂腔嘅，就是一天可以写10幾首歌，就有一些客家的朋友，
他们有时候我们会交流嘛，然后会聊天，然后他们说哇，你根本你下了是几条狗呢？然后我想说太多了吧，80条狗哎。对，哦，然后我自己是没办法，我可能顶多可能1个礼拜，一首。哦，对，你一个差不多啊哈，因为80多条有点惊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量产的，所以他们的那个发专辑的频率也非常高。他们可能就是1年1种按钮，真经动讲呢。刚刚你听一种是手戏黄口音，听一种游戏，也摆同听一种感觉有冇个冇同样嘅主题方嘅插片。其实一开始我上当多嘅名，因为也有一条歌叫做韩基地，本来准是要去按做韩基地，但是后来我想了很久，因为手戏黄口音迄个四季度些都爱20几度些嘅故事啊。手戏黄口音迄个20几度些到30几度些嘅故事，然后都係啲講我嘅屋企人啊、朋友啊、故鄉嘅故事啊。然後我小時候住在一個客家莊，叫做南莊。那我的家婆是旁邊的一個山牌，叫做甜米。其實有迄黃口音地波嘅歌誒，都係老甜米有關係。所以我想了一想，我就覺得，其實客家話對我來講，還是很容易就會聯想到家人，然後客莊的一些跟家鄉比較有連結的感覺。但是像我的第一張專輯《You Have One Q In D Boy》，談論到的就是跟家人比較多，像是來到台北想家這種。比較小的時候的心情，但是在 You Have One Q In 底部就有談到一些像妹老阿妹，有一些衝突，家庭的衝突，比如說他嫌他給共犯，就是很多人會講說情緒勒索，可能媽媽會對小孩情緒勒索，那小孩會有一些反彈，所以裡面就有提到說有一首歌是媽媽對小孩情緒勒索，那另外一條歌就是媽媽嘅她的角度，其實她只是很愛自己的小孩，然後她不希望說自己嘅身影就是走彎路，然後在社會上面吃很多虧，所以她才會不小心的管東管西，管得比較多這樣子，然後也有談到說像我嘅阿婆，阿婆已經阿茲海默症，所以他記唔得他的屋企人這樣子。不過我係佢全部嘅孫子孫女地輩，我係第一隻，一開始唔記得嘅人，所以那時候我心裡面就是很複雜，情緒很複雜，就是有一些心疼。沒有點懂看，然後也覺得很傷心啊，就是心裡面的情緒很多。然後因為寫的比較多是這種比較深一點的情緒，雖然也是和家人的相處，可是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比較深一點的相處之間的矛盾啊、衝突啊，或者是五味雜陳的心情，所以我覺得雖然也是在講我的家鄉，可是是一個長大一點的版本按鈕，對，所以就叫做 You Have One Q In， 有一種從 You Have One Q In 蛻變的感覺，這樣子。唔過行係強樣嘅，安尼，我有意思冇強樣嘅。你不有條歌嘅，我都本淑芬啊，淑芬係媽媽嚇。淑芬係媽媽嘅音響啊，其實我媽媽
没有都淑芬，他不叫做淑芬。哼，如果直接写他的名字，他可能会生气。没有，你不会讲哎很 honor 就是写我啊呢？因为那首歌里面写的就是说他管的有点多，古种有你在代称，因为 can 啊。哦，会安呢，因为个歌词咩十分奇妙啊，如果讲。我成翻我去家聽啊，錯，人嘅眼神啊，人嘅想法，我希望可以主控權再多一點，這樣子。咁所以你媽媽嘅代稱咩？媽媽嘅名對，我媽媽其實她叫做她的名字，她叫我不能講，但是我都叫她阿蘭記。對，我都是這樣叫她。然後她每次都跟我說，不要這樣叫我，很難聽。咁同媽媽就係相愛相殺嘅種係咪？我覺得很多的某嘅老阿妹都會相愛相殺，就是像歌詞講到，就是有時演假，有時笑哈哈。我覺得看到很多母女都是這樣。一般應該愛盧卡魯咩？因為我們愛太少太盧卡所以很難有相殺的部分。我離太遠啦，我剛過離都太遠有距離的時間，會有一個美感在啊。假是很近的時間就會吼。對，上司會嚴格，上司有感情。我跟我媽媽真的是，我們其實很愛彼此，但是就是很容易就是會有一些負面的情緒跑出來。剛剛你這個要結婚呢，雖然係蠻有聲音的哈，我係嗎？TV 會冇強用冇結婚過後，但係還蠻有聲音的，沒有。我覺得對小孩還沒，而且我不敢生，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整體的狀況。就是我比較喜歡吃油吃菜嘅感覺，然後剛剛有講到嘛，就是現在連要做音樂，其實很常都會因為自己獨立做七甲州都會講講錢賺唔啦，都有講到無聊嘅時間，所以也總係退款的呢。係啊，錯啊。我退款20萬來做唱片的。但是其實做了超過50萬啦，只是當時也想說不要一次帶太多，免得就是壓力重大。就算退款還會做呢，就會過後做影。錯啊，對啊，所以就覺得還沒有到很輕鬆的時候，還不太敢生小孩。對啊，因為我覺得我可能生下來我也會管東管西，會同媽媽照顧。會。人哋一邊有看到一個，好多噼啪，冇時間講到嘅，一個係天竺鼠。天竺鼠。這個沒有一個好過太細的，一個對你沒過重要啊。我覺得是就是真的是會把它帶來帶去，然後有時候因為現在不是很流行給 MBTI 嘛，然後因為我是一個超級 I 人，就是非常非常內向，然後輕容易進總給你，然後很多時候我會很想要把自己隱形，然後我就會開始拿起我的天竺鼠，然後就自己這樣在角落，然後開始看書，然後覺得沒有人看到我這樣子，對，然後會覺得因為後來會開始喜歡閱讀，是因為覺得每一個作者他們寫的東西其實都很像是一個搞朋友，但是是很深入的方式去跟這個作者有一個深度的了解。然後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種感覺，因為現在可能在手機到回來就會影片都會很短的短影片嘛，然後常常會讓我覺得資訊過多，但是看書的時間是比較深跟長的，會讓我覺得很舒服。你如果唔係過微商很內向的你，如果又要做表演呢？那一開始會做表演的時間，那一步是很難跨出去的哈，還係表演又冇用誒。動作我嘅做戲，就是覺得。一開始就是覺得自己像在演戲一樣，對，演一個外向的人，對。初講係套戲劇嚟嘅，咁按內向的我想係套戲劇嚟咯。對，我也在思考，但是我後來
发现讲，其实懂多嘅爱创歌、爱创作嘅人，都是很内向的耶，因为他们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其实都蛮内向的。内向不是讨厌跟别人相处，只是很需要跟自己相处而已。对。这个没感觉是安尼嘅。不过表演的时间是喜欢的哈，你感觉？喜欢，懂喜欢，而且会有充电的感觉。对，对，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带给大家快乐，然后别人也会回馈你，然后他回馈的东西回到自己身上，你就会觉得是感觉是很幸福的。好，等一下呢，就因为带大家去到对伊有意义的地方，咁喺奶呢吼，我哋带下路地咧，认识下咖啡。你是去多些都亚哈，我开始在找寻气嘎，然后撒飞之间嘅体力，我在用这个东西再重新认识自己。感受一下这个地板的湿度。好，就给听黑记嘞。好，就在这边，我们的腹地。好，我今本日就带了2个野餐垫。这个野餐垫还是我之前从那个童话季 A 来的。表演完之后，他们送我的。因为今天稍微比较潮湿一点，所以呢，我就带了两张野餐垫。地板太湿的时候会坐一坐，会发现就是会陷下去。那拜来呢，就是想要接近一下台词演啊，因为台北就是一个都市丛林，所以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又在下雨，所以有太阳的时间，我就会赶快把东西款，然后就会来青眼公园找一个适合的地方来，就是有时候就是坐着也没干嘛，但是我通常就会带一些我随身的小物，比如说电子书啊，然后会来看一下，然后就带个水，然后带个点心来压片身，然后我可能就会坐在这边，就是先休息一下，或者是可能就会碰树啊。其实你碰树的时候，会接触得到它的一些能量跟频率，然后其实树的频率还蛮疗愈的。但因为今天稍微比较潮湿一点，就用手摸一摸就好。因为很潮湿的时候，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小虫。那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南庄长大嘛，那南庄就係在後山後水嘅地方，就係很鄉下的地方，然後隨時都可以聽得到蟲鳴鳥叫啊，然後看得到樹，然後像我們家前面還有小河流這樣子，所以其實我後來到台北以後有壓力的時候，就會很傾向於就是去外面，然後看看天空的感覺啊，然後走到一個有很多的樹，然後有草皮的地方，所以
青年公演就是一只每一次我可能需要排解一些心关度底部的一些负面情绪啊，或者是挫折，或者是压力的时候，我都会来的地方。那我也觉得，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身心灵嘅平衡係十分嘅重要。所以天气的转变之后，心情也好很多。然后就是鼓励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多的来户外走走。先来做客，万人来了，今日来撮了的是创作歌手王巧音，头头巧音带大家去到公演。嘿，公演啊，今年公演伊个哦，伊个不是我去哦。还真嘅东戏份青年公演。哦。你们喺太后嘅时间，让上台北。我是对太后嘅时间，对。佢一开始带到台北会唔关哈？一开始唔会上暗道，就觉得马街都懂好啊，就台北便利，然后要看什么展览表演都有啊，然后大家就会跟你说，那个台北人啊是天龙人哦，很难相处。我想说，唔会啊，台青街都懂好啊，就觉得都很好。可是住了10几年之后，我才慢慢的开始发现说，其实还真紧嘿。乡下嘅声音诶，我真的是喜欢乡下的一些大自然啊，或者是比如说天空的颜色啊，或者是我其实很喜欢那种岁末给时间，躺在都虫鸣或者是起床鸟叫的声音，我其实蛮喜欢那种感觉的。都係舊嘅就會。嗰種就會面到吼，以前萬世時節嘅環境，慢慢都發現講最真實嘅設計。你喺後來發現有心境上嘅轉變哈，還係你覺得你按你睇北部生態研究下來，或是下個位從個位，我有感覺有顯明呢心境上的轉變嗎？心境上的轉變哦。其實有，因為世界時間來的苗栗嘛，苗栗就是雖然也是一個大縣市，但是其實人真的比較少。那我以前在苗栗的時候，我以為我是一個就是大眾，我以為大部分嘅人嘅想法都老來窮下，就是比如說像我小時候。比如說我們會選什麼模範生，然後我自己會覺得說，誰誰誰很適合當模範生，然後我就會發現，其實全班的想法都跟你差不多。然後你到了就是高中，也一直都是這種感覺，就覺得好像你跟大家很像，然後很近。可是後來來到台北跟人同多，我慢慢聽嘅發現講。很多時候，我的想法跟大家很不一樣，而且是每個人的想法都差很多很多。可能對同一件事情，大家會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詮釋，然後不同的切入點。所以，也是到後來吧，我就開始會注意到說，比如說同一個議題，那可能一個文章底下大家的留言就是七嘴八舌的，或者是參加一個高峰會、研討會等給發通，就會發現講資訊量很大很大，所以我其實在尼斯基多塞都亞下，我開始在找尋去甲腦撒飛之間嘅距離，我在用這個東西再重新認識自己，就是覺得說原來世界是這麼的多元這樣子，然後無論是在寫歌，還是在像現在可能結婚等等，就是很多的角度其實都有改變，但是我自己沒有辦法確定是變好還是變壞，但是我覺得是從以前那個蠻自溺的，就是
很想要当一个很自溺的艺术家，然后变成了比较心胸可能再更开阔一点，可以再接受更多元的王巧英这样子。我想我做艺术创作嘅人都係某種程度敏感嘅人，他敏感接觸到幾多東西，他是冇法度去消化，可能情感度就會個亂。對，會說鬱結。咩一面嚟？佢說我有一條小物嚟囤起佢聽書，像一個係花精啊，還有一個係眼唔滴啊嘅東西呢。這個東西叫彩虹卡。大概來真影像，它就是有有用哎，嘿，它有7個顏色，然後7個顏色它就是像彩虹的7個顏色，但是它是對應到人的那個脈輪哦，比如說紅色就是最底的海底輪這樣子，然後一個一個對應上來，然後它全部嘅意見都會懂正面嘅，故說我是每天但你都會抽一張，然後來看一個就是給自己的一個正面的鼓勵，這樣子，我會讓我覺得說，今天有一個好的開始，然後有一個濃厚的想法，然後就可以去展開自己新的一天，這樣子。就會瘋狂的儀式。對，除了刷牙洗臉以外，其實我一開始是刻意不要一起床就拿手機耶。一開始是刻意的，不想要冇拿手機耶。對。所以全部都是正面的。對，就沒有什麼好擔心。他沒有任何需要擔心的。愛戴論心心團愛去接群朋友。是什麼顏色的？藍色。又係乜嘅意思？我看一下，藍色有。其實愛冇真的很研究，我沒有真的很研究說它對應哪個對應哪個這樣子，就是我還沒有到那種身心靈老師的程度，我只是有興趣。你如果出誒，如果都變啦，係啦，對世界嘅正面的體現。對，因為伊都冇負面的東西嘛，所以它就是你出誒就會好。對，提醒我，因為你不需要擔心，因為有一些卡片裡面，有時候會有一些看了很緊張的話，對，不要讓人緊張，不用讓人緊張。它裡面甚至會寫一些說，我允許自己享受金錢帶給我的好處，誰不允許呢？大家都允許。有一些人會覺得，就是像我有很多那種懂藝術嘅朋友，他們就會覺得談錢就是不好。藝術家就是要窮，對，我們不要談錢這樣子。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它裡面就是讓你有很多很多的提醒，比如說他也會說什麼，我欣賞自己美麗的身體。那有時候你可能覺得說我變胖啦，我怎麼樣啊，你看到要排，你就會覺得其實我應該要更愛自己這樣子。對，你了解係個詞咩？自家嘅面向，好，咁等一下到最尾的階段，我哋來說對一個口音來講，有適配意義嘅料理。好，我哋等一下聽下來說。第二個可能就會抱怨啊，我就是說，哎呀，怎麼這麼難推廣哦？就連哪個卡你都沒有在聽呢，就是做客家音樂真嘅冇簡單，我就會稍微抱怨，然後他們就說，什麼沒有在聽？你可以心天感應來聽誒幾多拜好。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客家創作歌手王巧英。一個部分來是好食的嘢，可能是巧英帶來乜嘅對於有充有意義嘅料理，像處理木本眼人，吊菜，你咩講吊菜啦？吊菜，撈七前茶，還有豬肉。還有豬肉，我哋錄卡啊，有安尼冇？我哋錄卡嗰種冇咧。可能我家婆也冇可能懂好。嗰種也真係喺橋沿做嘅哦。嘿。梗係試看啊。吃看。這樣還可以嗎？還行嗎？我覺得冇會鹹，不會痛鹹嗎？唔會。我有先泡過鹽巴，因為。泡鹽好像比較不會糊貼，就是會讓它
那个表面上的那个雕菜色较酱。哦，咁侬会先日头喏？因为也係我家婆教我做嘅地道料理。哦，乜嘅時間講嘅，還記得？去年吧，去年結婚以後，開始煮菜以後，結婚後開始想去學煮。咁喺唔同家婆講，我想去學煮菜。佢就講。做嘛該弄？要幹嘛？為什麼呢？我就是說，其實是因為我家婆很會煮飯，然後我媽媽給實在，所以我沒有辦法請我媽媽煮奶奶的東西的味道。故說我就想我自己自己去學，自己來煮。家婆睇出菜都會講嘢嘅。咁睇好日嘅以前完全冇做菜，我會做非常非常簡單嘅，就煮水餃啊，荷包蛋啊，很簡單的那種，就是加熱即可的那一種。但是其實要出料理沒咁簡單，但是它看起來很完整，就是配色上也很漂亮啊，然後有菜又有肉啊，就虽然其實好吃哎，好吃嗎？太好了！以你那麼菜鳥的廚師，你是說歸我身呢？而且這樣，因為它很香，就是爆那個辣椒啊、辣椒味啊，然後酸條啊，然後淋那個蜜酒啊，就整個就是廚房會搞得很香這樣子。然後我就會覺得，我聞到那個味道，我就會覺得。東鄉阿婆給做好，我就很喜歡那個感覺。對啊。不過唔記完先說，阿婆煮嘅菜嘅米絲，記得我還記得。還記得。煮嘅也嘅還有繼續學。有。我還會就自己滷一些雞翅啊，或者是因為阿妹是仔嘛，然後我也會學一些好吃的素食料理，然後想說有時候也可以跟他分享這樣子。然後最近在學梅乾扣肉，真經嘅客家料理。就係結婚有想講我來煮過自家同老公食安呢？一開始只是覺得健康，就是沒有特別覺得說因為我結婚很新漂，然後沒有想這麼多，就只是覺得說為了健康，然後兩個人比較好煮飯，因為一個人煮其實很難控制那個量，兩個人就蠻好控制的這樣，然後煮着，就見來見有興趣。唔多都講家婆係抽到阿茲海默症。係我阿婆係阿茲海默症，家婆係阿妹鴉片嘅嘛。然後對，但是就是因為阿婆跟家婆煮飯都很好吃，但是阿婆後來就沒有煮了，然後家婆是久久去找她一次才吃得到那個味道，所以就董上娘。各位從國嘅係家婆，因為家婆咩係塞夏族嘅演出名。家婆談嘅轉式有談過啦吼。佢講，他第一種都談唔色，第二種開始談嘅色。就是下發進步過，有進步。咁伊呢韓國陸客人啊，談嘅國嘅，伊呢有本乜嘅回饋嗎？他們的個性也是跟我有點像，就是也是有一點內向。我一開始我都以為他們完全沒有聽，然後我就常常底部卡呢就會抱怨啊，我就會說，哎呀，怎麼這麼難推廣哦？就連哪個卡你都沒有在聽呢，就是做客家音樂真給我簡單，我就會稍微抱怨，然後他們就說什麼沒有在聽，你可以心天感應來堂誒去多拜後，然後我才嚇到，想說，真嘅呢，佢跟我出來心天感應呢，他念得出那個歌名，我才知道說他們真的有在聽，可是他們就是默默的在旁邊支持這樣子，然後每次我要出去表演啊，他們也都不會說，他們都什麼都不會講，然後有時候他們就會敷衍出現，對，他們我去現場對表演，有時候都不會講，對，就是
其实是都会默默的支持，但是可能个性上比较内敛。对，咁伊能夠苗屯講考慮下，係個做也好冇玩咧，唔係都不會講，哦，都不會講，乜概都冇講，就是也不太稱讚，也不太批評，都不會說。哦，對就係佢傳統嘅嗰種對也愛，對，嗰種人家都係專職去做表演，一個創作安尼。係啊，咁咧，真見咧，所以裝批糖都如果冇加會賺錢喎。對啊，係啊，咁唔過唔除啊，雖然各種如講啊，我創過嘅，啊，更加媒體行一條路，唔過還有想過去做別的事情啊。有呢有有，其實我也下還有動到其他嘅做事，像我最近有在做博物館的導覽員。哦，對，就是會介紹一些古文物，然後會介紹一些在那個做博物館的導覽員的過程中，就間接的認識了很多珠寶跟一些寶石，所以我後來就是也蠻有興趣的，所以我又開始想要去研究貴金屬跟貴寶石，也就是覺得做很多事情都會一個簽一個，一個簽一個，然後會比如說像我也是在這幾年開始對身心靈有一些越來越喜歡的感覺，然後也會有蠻多那種做可能身心靈的那種私家引哦的那些樂手，就會跟你說，要不要一起來試試看啊，玩玩看頌缽啊，或者是比如說澳洲木管或是手碟這一類的，就會有越來越多的興趣跟一些路吧，會慢慢開拓出來這樣子。哦，都接觸嘅方面引來引發的。對，然後都是蠻自然而然發生的，就是我冇貼片一共說啊，我給聽我要再學這個，我要再學那個，這樣就比較沒有是這樣子的。咁推廣出嚟聽呢種專輯。韓流體上韓一種嘅嚇，先等一下，都養生息啊。對，再等一下。我唔都係講是先有拉有韓我上會再做吼。一定會，都會做創作嘅人都係安尼吼。對，就是很有一點就是，人家都會說你是什麼很賤的人嗎？就會很想要。寫出來，就你現在會覺得說啊，沒有，我想要休息一下，然後等到再過個2年，就覺得我想要把這些歌發行出來，我有感覺了，我想要做出來，這樣子。幾支持嘅通靈感覺係乜嘅？係乜嘅？你會喜歡，你會中意做一件事情。我覺得可能係剛剛有講到嘅。充電的感覺會讓我覺得我的人生更有意義，然後有一種有回饋到社會的感覺。對，會覺得自己是有一點重要的，就是自己會給自己一個自我肯定。嗰後呢，就係雖然做嘅幾辛苦，感覺嘅收穫係幾大嘅。多謝今日口音分享嘅故事，感謝，多謝係安和社嘅調菜嘅，謝謝調菜。好食呢，我食麼？好，真的蠻好食呢，好食麼？嘿，唔會過行，所以我們主題曲，我在這講。覺得煩呢。開幕。被嫌棄了。